首先机器收到之后，先连接气体，把气体接好，把安全夹插上，然后连接好电源线。连接好电源线之后，首先回到机器这边来。第一个要打开的话呢，是需要先把急停按钮打开。打开急停按钮之后，按旁边的开关，开开关之后，按旁边的锁，把这个锁打开之后，然后这里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这个是电源功率的大小，也就是说，咱如果说想最大呢是支持到这个100%的功率哈，然后根据咱焊接的物件来调整。这个的话呢是间距调整，这个的话呢根据咱实际的情况，然后来进行调整。这个是焊接的枪头。放这吧，放这99啊。